看到哦，当爱做一个翕相啦，打卡。讲到打卡地方啊，我一定要去。被打卡的人还是很重要，点再好，那个影头那个点呢？那相片是摆的嘞。对啊，观众朋友写讯息给我，给他得都不卡题，都为自己标食材来猜耶。关勇哦。去打 PK。啊，他们吵个虚接的，他们打天法问师傅公，你自己负责。哪些我们做的？我们都知道。你的甘苦都知道啦，哦。三只师傅有信心吗？有。哎，你问个讲摸嘞？哎，你动危险呢？你走在抢开印度人穷哦，用10万要走。你这样子会得罪全部的印度人，印度的朋友不要找他去工作。谢喽，好。你摸是个避风塘。那你有避风港吗？也没也冇啦。那你还来走你也避风港好吗？你就不可靠。还来示范一下。哦。哎。来，卫生鼓掌。等我再放就赞。这样有礼啦啊。你们是在约下班后要去哪里吗？哎，那个怎么会有鸟巢啦？不熊动啊，会出豆量啊，就动个鸟巢。太夸张了，你有提供的呆料，这个也要自杀？我给谁一下？为什么？哎，猫应该要效仇的呀。怎么会这样？准备2个干贝。哇！有卡有买的好料的东西，全部都在那表。意思是讲，结果哈摸成的变相打开了起来就干贝啦。哦。有没有安用哦？因为你们那边太素了，我看到我这边好开心哦。我想做你的粉丝。我想要做你给孙子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楊淑坤，一家之主。係抓白橋。今日東北義友哥來到桃園請料理牛年咯。哎呀，根本嘅來賓哦，全部係什麼呀？全部係什麼？哎呦，好跳哦哈，你懂？對啊，尤其係佢嘅菜啊，都是他的菜，因為佢係做摘菜師傅。他吃菜，他吃素。哦。好啦，馬上嚟分享到今日評審先生。提前來分享到係盧俊平啊，俊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阿邊個好？大家來分享到係林迅吉林師傅。鍾皮佬，大家好。阿吉師傅你好。好，今日呢算係評審大對決啦，嗬。而你呢，我哋做係來自評審呢鼓手哦，分享到村頭雞老秀滿記。歡迎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哦，當朝轉先哦，大家咧看一下，咱最今日分享到係來自評審嘅表姊妹。劉玉柱老古天意，歡迎，大家都係掌聲妹哦，來搶高一下鳳珠姐姐，都要評審了到尾，你有冇嘅推薦好高好食好料的冇？有一隻大家後生人最愛去的地方哦，有下午茶，有飲咖啡，反正佢後生人看到哦，當愛做一個翕相啦，個打卡啦，哦，做埋個全部動好。100從頭到尾去啦，真勁哦！而家講嘅後生應該自家有去過嗎？我當然嘛去幾下擺咧，呢邊係後生人啊！哎呀，啊，兩鼓手會去嘛？會啊，那就帶副權嚟聽啊！哦，就帶副權暗號哎。講到打卡地方啊，我一定要去。等下我要自己去親看一下。可是這個被打卡的人還是很重要，點再好，那個影頭那個點那相片是擺的嘞。哎呀，不過哈，除了該片之外，評審還有一隻手菜哦，不然我去那邊打卡好了。你有買手菜做咧推薦大家？八字圳的水岸公園，該片就買東西啊！八字圳水岸公園，從我哋學校松木嘅時候，你富圈行過去，在啲66快速道路富圈，看下下來3則北港財富圈，咁啊全台灣除了一則地方，3則北港鄉下當權，鄉下過去了，當江有吊橋。好，當獎。哎，最近講到東河呢，你咪係個 Discovery 排落嘅，即係今日好好咧紹介隻偏見啊，然後客家妹線。而且吼，看家的唔單槍也已經冇講誒，一定料理被他講得很好。哎，唔過呢，馬上就要進行踢館嘅挑戰咯。料理鳳玉蛋，涼脆會用現改嘅方式，結添主要食材。沙等完成自天愛做嘅料理，喺呢之前唔哋會觸到馬街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脆會因為太緊張亂粉末，還有涼脆冇觸到嘅食材，你會由主廚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化出馬街上唔到嘅料理呢？最超級、最神奇嘅比賽馬上開始了！好啦，都係
个料理风6点的时间呢哈，而且呢，我听那个观众朋友写讯息给我，给他得到布卡迪都会自己标食材来猜耶。玩用哦。去打 PK。啊，他们错个虚节的，他们打天法不师傅工，你自己负责。有没有猜谁嘛该？避风塘咖喱炒虾公。好哈贡哦。同咖喱要炒虾公，啊，应该迄标题要个避风塘吧，因为桃园有这个池塘啊。没。换成哎，玩哈贡啦，所以等一下上家店的地北都市就是加嘿哈贡啊，其他两种嘿马该呢，准备好你的心脏啊。哦，来，我们马上信从他体力，一共记得信从哦，按体力哦，准备好了哦。好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！然后摸住天气好，哦，你先来先。哎，方式。方式咯，让你数到3吗？好。1、2、3。哎呦，哎，银丝卷嘿哦。很不错。避风塘咖喱我炒银丝卷哦。村头其实他不然你的鸡飞鸡先，然后跟唔好的先吹不正。你刚刚是不是有偷笑？没有。一定很大笑啊。哦，给谁来着？牙仔。 1、2、3。哇！帮你手脚嘞。耶！哎，怎么不拿呢？我想用日版本语，啊，你咪日版本啊。啊，对。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各位观众朋友，韩剧日在电脑幕打开来，你自己负责。绿灯闪感，绿灯闪感。好。我觉得幕後嘅色彩啊。1、2、3。啊！还不错啊。掉卵呢吗？这不才哎。 这个是上嘅啊！哇！哎，你还是从亚学地位都跳落一个吧哈。好了，还是唔出的。真的谢谢。我们都知道，哈，你的甘苦放心里。哦，好。你的甘苦鸟蛋都知道啦，哦，加油！马上就要进行体育馆嘅挑战。 好了，今早的时间马上就到诶，各都已经出到这个色彩，来请问一下风趣的挑战者，你哋有信心吗？有。哦，厉害！当然有啊，你就手到手的哈讲啊，当看下冷水手到嘅银丝卷啊，有信心吗？有。快！好，三只师傅有信心吗？有。哎，你问个讲么嘞？好了，比赛马上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。都得开始咯啊，姐。避风塘其實冇咁艱難做啊，因為不下較少做。哎呀，都係去弄杯傳糖水咧。我炒到香，炒到辣，係嗎？對啊，這有廚師幫我吧？有哦。哎。啊，你自己先修理起㗎。用啥？等下搶你去做。對，來看啊。哦。姐姐要滷嘛？該。我愛先醃，我愛先個避風塘下愛先滷，不用一些米酒，不用一些的。 咖喱醬係嗎？係咖喱醬係再醬油米湯啦，炸出來咁樣有香啦。哎，你動危險呢？你做在搶個印度人窮哦，用手樣做。你做嘅。這樣子會得罪全部的印度人。海鮮咯，印度的朋友不要找他去工作哦。海鮮。姐姐，哎，你有壓嘅哦，廚師做天數的地哦，我先幫你熱油了。哦，油哦，等下我油做乜嘅？要用炸鍋，用冇油。 太火炸鍋咁會香，不卡下巴做，下巴還會做啊？當然係是啦。啊，咁就放心誒。咁你就點樣要用到廚師來天數嘛？等一下。等一下。凶呀！哎，真的，哎，你村頭雞哦，根本你後命，哎，後運，怎麼解？廚技就廚到佢嘅本味食材。哦。佢聽懂厲害，還有乜嘅經驗我講出來嘛？呢度嘅避風塘哈，平用辦來處理啊。你們有吃過避風塘嗎？冇啦，我哋唔是食過嘛個避風塘。你冇食過避風塘？那你有避風港嗎？也冇啦。那你來做咩避風港好嗎？你就不可靠，你會漏風哎。我變避風塘。哎，你有6升沒有給他就做天數哦。那個我爸爸要發。我愛先炸蒜頭螺呀。不要跳。我免我不卡住按你做啦。對了，是找你也放心找，我不卡住按你做啦。好，先照你家的方式做啊，哈。那個你大家洗嘅天數嘅時候，大家多轉兩塊，好冇？6升沒有啊，哈。線上，來偷偷亂講人家好消息。好，你慢講。他們唔是食過避風塘，亂講。唔是做過。
就是动球该挑白古须桃，就是那种奸佞小臣。对，你的脸就很那个很尖呐。打小报告。问一下哈哈，你有食过避风塘哦？摸，应该冻螺是。那再问，那你有避风港吗？有避风港，那我就不要了。那就好，一样的道理啦。不過唔停嘅等下咪試咗嘅睇書，讓佢睇書。搞不會唔是哈基樣子什麼？那他就會用你那水溶了呀？你那東西穿又準備好了嗎？你不用擔心，那不一定會找你。好嘞，你要出存哦，用那個辣椒咪切好嘞。好了哈。控罐嘅便宜我先講一下。好，注食蹦蹦哎。好，我搶馬上。舔熟一下。好，讓你舔熟一下。丁字符。然後你要選直頭髮還是捲頭髮？看來哈，你阿隻師傅經驗較多，有些男朋友哎。哎，你吃生經驗較多，你吃生嘅。你那水溶了呀？幾時？先看一下，想一下。幾時？搶。我鏟子那咁好咧啦。我打上我兩個先抱一下。你啊抱，等下搞不贏你袂，我先能炒個醬。幾時？搶。好，什麼？那你這個要先離火嗎？離掉了。離掉了。用落去全部拿來泡一下以後，它就嘛浮掉嘛。蛋酥炒一炒。你現在不要問他，他趕時間。倒下去。我該進來喂喏。摸到培沙講，培沙很隱晦，裡面有加雪碧嘞。趕緊示範一下。哦。來，衛生鼓掌。哦，等下搞不贏你袂，我先能炒個醬。幾時？好，什麼？等條先開煸哈，等下先來煸。啊，煸呀，最管天的避風塘都在狗鳥的炒哦，因為光聽字面應該冇是高翻唔啲啊，哦。它是整個隱晦係避風港嘞。對啊，給黑馬該。咖喱醬。咖喱醬喺避風塘裡面一定有的嗎？咩？炒了係咖喱的，所以就煸了係咖喱。那個動作咧沙茶咧就做調味時候咧。可是佢係沒有炒到凍糟啊。係會炒糟，所以總得煸到上多。哦，啊，等一下嘅步驟先，我記得講用冇嘛炒啊辣椒吼後背這樣煸，粉米煸係啊，水米這樣煸，你一兩行水米這樣來煸，可以炒糟糟咧，你一鋪好吼，等下個將咧炒就炒香咧，水冇按到一啲啲咧時候咧，後尾熟糟咧些你啊炸好下來，炒不去醬，轉落咧麵包底袂都。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停。倒扣10秒，倒扣10秒，時間到。好，怎麼個？下一次就是倒扣10秒哦。哦，很香哦。我講去糖度加重點，就是講吼，全部會炒到燥燥咯，對不對？係。全部炒必燥了。注意哦，你莫炒那拍的嘞。唔會聽啦，聽你冇咧。哎，那這樣我要過去我們那邊。好，來。好。炒必燥。師傅，太極，你係要用廚師聽數嗌冇？哦，唔是，你要嗌。炸下工炸。你會炒避風塘冇啊？要碗要講冇？嗌先啷講？大家係啦。大家要看到其他條老嘢落去炒呢？咖喱醬咪係凍肉勁嘅。係啊，哦，就入過，有入味的。好。咁唔夠呀吼，跟盲炸吼，人家要炒按叫誒，我先關睇冇。係啊，個蔥花等下好熱。好，大家看一下嘅。好，個油溫辣的冇？要個泡泡啊！哇！你要丟一個東西落去，你怎麼起泡啊？丟你的手啊！嘿，忙啦！那你這個要先離火嗎？離掉了。跟磨破關太的呀！哎，動就客家思維。來，交給我的主廚。準頭節做得嚟啦，佢咪清好遠啊！啊，清好遠啊！應該可以了吧？哦，做得嚟啦！啊！好。阿姐，我問你哦，你等下煸落去，全部拿來泡一下以後，它就嘛浮掉嘛。蛋酥炒一炒。你現在不要問他，他趕時間。看你師傅做的嘛。做得了，他做得要當腳熟哦。好，先不給泡一下。大家留出，馬上關火會著油。好。溜唔到咧。唔驚得啦。太太就話咩？本來我用個豆，我用豆味啦。哦。誒。
安尼就。一係簽到係嗎？沒有跟你也呀，是那個都挺熟的啦。來，我跟你講，來，姐姐。我請你幫他，回到倒落去，倒下去。哎，冇個緊流的喏。嘿啊。冇個緊流。摸到培沙講，培沙很隱晦，裡面有加雪碧嘞。哦，安用一下水好的啊。拉起來。真的，哎，看起來像是啤酒，芒酒。好，半夜炒就好。好，哎，跟放不準嘛，我來準。喂。嗯。Kim QQ，過嚟兩個。好，過嚟呀。好，安尼好，好。哇，哎呦，坡度按素了。那大家講一下吼，介下除了師傅騰手之後，還有加埋東西嗎？蒜酥哈，還有個蔥葉又辣椒，還加到個胡椒粉。我哋做啲套菜吼，我自家嘅口味我客家之嘅加黑胡椒落去，嘅味道較重。哦，兩罐哈。係。好，喺冇去搶個鹽酥雞店啊，搶咗。係。用個哎呦，倒落嚟，倒落去將佢搞。係。哦。先倒落嚟。好。係。倒落攪啊，讓飛掉落去。靜茹姐妹，我有咩厲害嘅？冇，而家好命，家先生我煮本食。哦，係家先生我做饅頭，我切饅頭，好命啊！哇，人家老公沒會做飲食節哦。金芒是做。而且你這個體卡夠了沒問題嗎？你們兩個可以稍微讓他一下。不用，沒關係，再接下來可以再下了。OK。哎呦，蒜酥落去哦，哎呦，硬香哦。係啊。想沒想到哈，cái無人就想要過來試試啦。辣椒了哈，上落去做對嗎？我覺得靜茹姐雖然講你很少煮菜，但是至少把它拉勻來。嗯，對，拉勻來哦。你做啲包給阿年拿來。哎呦，帥，不好意思，可以。加速很猛烈，讓你示範一下。哦。哎。來，衛生鼓掌。哎，今日差唔多誒。好，一下辣椒落去，啊蔥落去，好，就好咧。時間咩差唔多誒，你馬上嚟倒數咯，好，現場馬上嚟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嚟試試看啦，體育館呢度內部開咪是卡針的咧。一題呢係用避風塘的方式來做某種食材變化，先對風吹開始來設計。一般是都會避風塘炒蝦，講真嘅呢比較多是大蝦啦，哈。冇按誰家啦？對，是小的蝦仁。嗯。哎，凍拉麵耶！哎，凍好食咧。好吃。唔係個冇做過避風塘，做咁樣會很好食。豆雞，你真嘅冇做過啊？好食冇？好嘅，一鹹哦。唔會啊，鹹咗茶飯啊，基本上就要有一種較重口味的。特別做太下工咧，唔係沖一。沒有寫下鹽哦，係啦，真嘅。咁講呢拉麵，因為避風塘東東人係拿來綁酒，徐曼靜知道咧？講好食，綁酒讚，綁酒的，綁點出來就有。加上有個鹽啦，你們是在約下班後要去哪裡嗎？哦，來看一下哈，咱這個牛豬阿姐，你覺得他們做的避風塘咖喱炒蝦仁炒冬蓉飯，當好食咯！你看我還留一隻蝦公，唔盤得選。嘿，炒。那誒，你個請魚阿姐，你去到佢哋炒個蝦仁啊？哦，加蝦仁哦，凍 Q 哦，凍好食脆哦。凍厲害，因為佢哋滷嘅咖喱醬嘅時節咯，滷凍球哦。哦，難怪，所以很濃哦。不過吼，你下困難呢，唔係蝦仁嘅食材，係呢個銀絲卷，你下來食看到。好，來吃吃看哦。哎呦，破到安素呢，你下凍落去嘅時節，喺糖度上嚟呢。係素啫哦，而且啊，而家避風塘留一特別有冇窮樣哦。嘅豆皮呢，佢有炒出嗰種酸素嘅香味。你啊，銀絲卷哦，切開太細咪去拄好，因為破嘅時節哦，假如挺細咧，其實會冇埋口感，啊挺大咧，它的味道會唔讓人入味，所以按用嘟好吼，也其實有個考驗嘅功夫誒。好食嗬，好食。有咩做幫助喎？做得咯，好料理哦。好料嗬。我想到嘅咖喱撈嘅銀絲卷。
安角面，安好食。因为台部分台体嘅嘢哦，是个银丝卷全部係用炼乳啊，嘛个东西加落去冰落去甜啊。避风塘咖喱酱嘅炒法未同样，做对大家参詳一下。3號來緊張嘅時間就要搞本你嘅師傅誒，先請你啊，準備師傅搶本分數。冷水。好，大家咧看下。問太假。好，阿姐喊住隻分數掹出來吼，你一下看下阿朱師傅搶本分數。哇！你係冷水咧！哇！給我們一個合理的交代。啊，準備師傅搶公平。因為咧用咗落避風塘炒蝦，吼，但係佢咧避風塘撈還有咧咖喱嘅梅頭未凍重要。雖然講有滷過，但是冇下一鋪，真正炒嘅，它已經凍家就熟嘅。有撈個咖喱有炒香，它已經還有熟，肚肚嫩熟咧。電腦已下一鋪嘅些撈個咖喱這樣子鋪起嚟咧，冇個咖喱醬嘅梅頭。薄荷冇荷些，其實鋪到香球咧。一下鋪個銀絲卷鋪到肚好脆，伊係炒嘅些要刷到個吼咖喱醬嘅梅頭，所以你食咧就避風塘有咖喱嘅個梅頭樣嘅。阿朱師傅你公平咧？鳳腿呢片就像個盧師傅講嘅啦，就下工啊，就直接不給炸過，將落去炒。唔係講本期醃過啦，將來炸，炸起嚟嘅香味就無見體咧，就食唔到嘅咖喱嘅香味一樣。啊，南腿呢片呢，炸嘅銀絲卷啊，炸嘅凍好，火候啊，還有嘅溫度，食起來酥酥脆脆，凍好先。唔怕，因為吼比賽慢結束啦，等下吼最尾嘅數量還唔低哦。冇唔錯，因為呢，呢係關地度啊，最困難嘅其實係阿森之師傅，因為佢家出到嘅係一個鵪鶉蛋，然後馬上呢就搞不掂你森之師傅帶來兩個避風塘咖喱炒鵪鶉蛋。先幫你森之師傅嚟加油一下，加油！加油！他手到鵪鶉蛋世界這個性感度會上嘛？做那個料理就是挑戰那樣。哦，好官腔。逆來順受。用鵪鶉蛋攞嚟做個避風塘，然後咖喱醬就蠻冇強濃哦。食材用強濃，我煮到嘅係鵪鶉蛋。但鵪鶉蛋呢，我第一步呢，會先用水燙過，幫佢燙到熟。哦，因為本身我剛才出到係生嘅啦，等一下呢，我會用炸嘅方式來做。那做乜個先變到變水滴會？我煮好呢，而家落呢，清熟啦，用冰落冷水底度呢，用較好剝個殼。邊剝呢，我蒜頭我就先來切哦，蒜頭幫佢切到綿綿。哎呦，大家把到安家咯。又在做手工了。對，那個怎麼會有鳥巢啦？我想到我會煮到呀，我就做個鳥巢。誇張了，你給我提供的帶料，這個也要自燒。幫你燒一下。為什麼？冇應該要燒稠的呀。怎麼會這樣？哎呦！哇，亞五張真的下工製作單位，那個避風塘炒蝦的，不是蝦。邊剝呢，我蒜頭我就先來切哦，蒜頭幫佢切到綿綿。哎呦，大家把到安家咯。又在做手工了。哦，熱脹冷縮，它才會脫殼啦。咁咪一樣合啊。我用冷水呢，幫佢浸過啦，用較好白。哦，你個蒜頭呢，幫佢切到較綿呢。用個梅頭呢，這樣就蒜頭個香味。蒜頭雞，你剛剛唔會煮嘅，有冇避風塘？剛剛坤整落。分幾個樣嚟做，算係香港料理嘅一種。哦，蒜頭切到清綿哦，還有個辣椒誒，那個找個辣椒誒，幫佢切。辣椒誒也沒有留燈，嘿，咁咪香。哦，只有留燈哦，蔥呢就幫佢切，那個蔥白分開，因為啲會爆香嘅。因為大家時生意哦，家下先講冇買食過，咪冇買做過啊，所以等下做啲互相交流一下，看一下，皮料嘅部分呢差唔多啦，嗬。幫佢炒個蒜頭咧。要特別油一多呀少。油一多。避風塘要油多。油一多。做乜嘅？因為啲蒜酥啊，係啲道菜嘅精髓。哦。所以講用油會較多。要唔再油係冇？係。蒜頭要炒到清香，焦香咁樣嘅。哦。不過我就當問題咯，因為剛才講的就蒜酥了哦，同埋還有另外一個那種生蒜頭，香味冇強用，新鮮嘅蒜頭啊，香味會較重，啊，你仲該找個呢是有個口感，加熱過適度這樣會香。好，蔥白先落去，
咖喱酱。咖喱酱记得要先炒哦，顺头要先炒过，好起来。炒香哦。酱就炒过下香啦吼。哎呦，香味就出来咧。哦，有批到cái咖喱，還有cái酸條嘅香味。有。講如果我炒到香哦。你下水太火嘅。哇！哇！我嘅釣卵係熟嘅東西，我鋪到幾時啊？炸到成木頭咧。哦。點鳳石就做得。哦，蒜酥，然後全部都。對，我本日炒到糟糟哦。大家解下用到蒜酥係最尾將變落去，對不對？你這去炒過可能下香哦。哦。一開始老嘅酒啊，都弄吸糟咧。從辣椒會冇人做用係冇？啱。這個順序有它的目的係嗎？就我本日炒到糟，一片就變色咧。好，胡椒粉。我買一些胡椒粉。胡椒粉。哦。喲，那你要釣卵很搶鏡頭咧。我攞一些鹽係冇？但要攞糖喎。哎，鹽有糖。鹽撈湯哦。師傅，我們走的問下，從涼哦就破過嘅釣卵哦，是不是好像還有其他很多料理咪係用從中嘅涼釣卵嗰種？沒有啊。是不是佛跳牆咪係用用個鳳切啦？係，佢係在用釣卵海鋪，下去做個佛跳牆。哦。今日咖喱就唔辣。辣椒會蠻落嘅。辣椒味，定好。哦，辣椒味。哇！你下魚未落去咧？一般嘅葱誒。哦，什麼叫一般？上面這個會擺盤嘅。哦。好，調一輪做得。哇！哦，還有就做得。好香哦。哎呀。那個怎麼會有鳥巢啦？感覺想到啊，會出到啊，感覺到鳥巢。太誇張了，你給我提供的帶啊！唔多講，我家裡面的那個。這個也要自燒？幫佢燒一下。為什麼？香味出來。夢應該要燒稠的呀。怎麼會這樣？會出火的聲音。你這個是古時代那個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的典故吧？就聞到香味哦。幫佢就個香味出來。按用個調味卵啊，這樣會香。這個是什麼香草？迷迭香還有百里香。百里香。百里香。好厲害！摸孔嗰邊的稠，用稠漢走的炙燒嘞。那就讓它回到鳥巢裡哈。哦。那個火要關嗎？但我看得出來，你真的沒養過鳥嘞，這樣子它會不舒服嘞。天哪，好厲害哦！哇，冇想過呢哦。對呀，如果剛才溫度配足，儲到涼，你會把鳥巢借給他嗎？唔會，那眼肉嘅，那個調眼肉嘅。哎呦，大概蔥花。我家裡那3顆完蛋了。還是你家裡那一隻完蛋？好，那要問他可以哈。避風塘咖喱炒鵪鶉蛋。按鈕就放水咯。佢哋坐喺在美式嘅表演，同樣佢家嘅盤呢，哎呦，色彩真嘅，唔過睇下一下來品嘗看啊，呢度嘅鵪鶉蛋用避風塘嘅方式嚟炒嘅，來，看下來品嘗哦。啊，是日加卵哦。你家不是還有3顆？無論係蒜酥，也係個釣卵哦。cái咖喱嘅醬嘅味是非常嘅獨好，唔係講像衝。而且你要大槍是給它蒜酥，給炒到當酥車，給它當香，真嘅當香。哦，我下時喺度卡住嘅，當真的。嗰個要炒要炒誒，唔可以做嗰種油滋滋嘅。你講太廚師是太廚師我不用哦，怕好氣就牙誒。能把過年嘅溫煮溫不看你這，先買進這誒。不是，啊，你今晚不會喝酒咯？你全部就係幫酒出來。真嘅有樣哦。牛做下這咧，你是到師傅做牛辦。當好食的，我看人係大家向下撩一時出嘴點一下。點一下，你講解 boy。係啊，
请记阿珍是都师傅做用办。只有一个字，赞，好吃。哦，我还以为说一个字点，没有，真的好吃，厉害。所以其实主要可能还是算出来炒的凤雀的，有冇阿炳讲？嘿，而且要系有炒香，刺的咧蒜头的香味，有咧蒜酥的也香味，鹌鹑蛋系咸猪的，咸猪咸煲又系咸菜煲，所以食下也是个地袂乱崩，还有这种溏心蛋的那种的感觉。炸得好，哎，你泡嘅冻好，哎，烧，地都还冻嫩，系啊，地都会乱毛还冻嫩。古时候呢有发现到，大铺都会管天哦。不过呢，家可能呀个师傅用做哦，冲一罐，因为南吹得到2分，风吹要加油了，好冇？推上让 Q 要加油，马上来进行最百米一罐的挑战。料理有意思，踏出料理嘅背後都有無同樣嘅故事。啲主題公布過後，兩嘴愛找定題目來做料理。到底會有乜嘅神奇嘅，也係感情嘅故事呢？大家夾夾坐好來，一家之主上菜了。海奇啊，都記得哦，豆腐卡地都大概過年過節，非常係講不卡年都賺來嘅時間啊！一定係食嗰種媽媽後面是豆腐卡嘅好料啊！系啊，除了吼過年過節嘅時節，那風炮係挺出愛啊，不過吼。團團圓圓，大家窮下來食飯啊！其實也是蠻重要的。唔錯，古時候呢都係你客家人嘅不卡，辦作當個嘅東岸嘅出料理呢，全都作鹹菜，是最主要嘅出菜啦。古時候呢，今日亞冠呢挑戰名係全都亞不卡嘅作鹹菜。哇，作鹹菜哦，大家福卡聽錯未？要冇窮用哦，大家都冇窮用來，唐坤啊，風吹亞不卡嘅作鹹菜係乜嘅？油焖鮮蝦粉絲煲，油焖鮮蝦粉絲煲，湯起來當好食咧。好食。有乜嘅故事冇？做生人愛食啦，孫嘅流親愛食啦。哦。大擺佢做食安尼，愛食個冬粉啦。古時候講啊，吼，媽媽煮呀的料理啦，阿婆煮呀的料理都會比較那個生人嘅孫嘅好食就好，係冇？係啦。古時候講呢，今日最百米一關哦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大家都談群一下吼，咱除咗幾條福卡嘅作鹹菜係乜嘅？幸福長長久久，長長久久，很有祝福的一道菜哈。過年時節，大家客家人愛食啲長年菜，代表長命百歲。客家人調配出較辛苦啦，大家咪希望較有前途。所以哈，有啲人會買嘅樹蠟啊、帶翡翠啊，嘅表示講富貴幸福。所以你一套菜，大家食睇以後，無論牡丹強做咧長命百歲啊，喊做咧當有錢。嘿，好，今日嘅比賽已經係最尾啦，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加油加油哦！比賽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到底開始咯！哇，你阿管啊，作鹹菜，前面師傅你有冇開作鹹菜嘛？砂鍋魚頭，哦，像火鍋一樣這是懂的。甚至師傅咧，崔布倫，崔布倫，哎呀，這真的很棒。用到作鹹有不開畢業啊？青頭是崔布倫，阿婆就會用本來調整嘅。像阿婆看吼，最大嘅就係那個蹄膀，跟下擺出嚟竹筍。哦，這個是我們的作鹹。你媽媽做的啊？用2000百買回來。來，馬上來看啊！哎呦！哇，也唔知真的下工製作單位，那個避風塘炒蝦的，不是蝦子 ，OK？佢人家冇得到分數啊！不過蝦講厲害之外哦，哎呦，還有只當條麵條嘅係乜嘅？嘅粉絲啊，嘅冬粉嘅啦，日本嘅冬粉。哎，今日嘅順風也係雞肉啊？係嘅雞肉。你唔用雞肉落去？嘅講較有味道吧，加絲嘅味道啦。啊呀，嘅做鹹菜係馬啥不開？係捱不開。啊，當搭鹹照顧起家不開人嘅啦，用愛料理來表現。你看佢根本嘢買一下工啊，看一派2錢嘅。冇啦。我覺得你是有被機關氣到。氣到呢？剛才我們那個蝦仁吼嚇到你。真嘅捱不開，不會唔是講煮到安太雜嘅嘅下鹽嘅啦。啊，你那個粉絲哦，等一下我會做乜嘅啊？等下做邊個鑊頭方煮一下嘅生意，去炒一個下公米本佢做出來吼。哦。係。你睇粉絲係咪肉掉像嘅東南亞嘅種肉掉料理全用了種粉絲啊？看起來感覺像個韓式嘅個冬粉。冷麵。韓式嘅個冬粉，像因係，呢個個冬粉會好 Q，佢話要講落。
莫用爱你咧，学台湾动物叫降为好为面呐，哎，好为面。师傅还是经验师傅嘞。这个吼无陪你得粉书哦，你真经用才对不起啊妈妈哦。给你村头妈妈见多暗哟。 为了祝福你生吼，今日安尼就祝你一日的顺的顺咯，混照顾啊哈。好，他排泄了。以前无喊，大家都转来哦，吼。哎，阿珍也就多嘛改。要出迄菜菜迄么？唔咩，我哋出吼，我准备了个干贝。哇！你有卡有买的无聊的东西，全部都在那边。意思是讲，基本下某成嘅变相打开了时就干贝啦。哦，杨本安向哦。因为你们那边太素了，我看到我这边好开心啊！我想做你的粉丝。我想要做你阿给孙子。我哋出吼，我准备了个干贝。哇，干贝哦！干贝吼，我从暗部出神到泡水，你们早晨出神用天木整熟。哇！不过你对我看起来葱葱叫叫啊，这葱腌菜哦，这做法谈讲系冇买强壮系冇？也係我要做翡翠，cái翡翠是代表叫一隻有錢人愛戴樹啦，好，但用嗰啲過咗幾號，讓它大大啊過呢啲水，讓老啲幾軟，將它攪攪啊。你講你哋係切架大來啊？嘿，你也志在必得了吧？沒有啦，冇等咧，冇等咧，你實實要技師哦，已經會到咧，已經會到咧，對對害你哦。所以翡翠意思就讓手就有嗆菜哈。不用到cái果汁機的地步度，攪不容易洗洗啊樣。跟你還有大夠水啊樣。對對對，我要個水，我沒有個泡。我們今天的這個幸福冲冲叫叫哦，除了幾家下少嘅，還有買嘅東西冇講到食材啊。其實吼也食材吼，你有卡有買嘅好料嘅東西，全部都在那邊。意思係講，基本下冇成嘅變相打開咗時就干貝啦。這個吼，果汁機啲下嘅。十片後就當好，啊用然後等下過濾一下好。哦，來，等下當高周正了。好，先讓你變魔術哦。好。阿峰啊，來，媽媽。哦。楊本安向哦。因為你們那邊太素了，我看到我這邊好開心哦。這個就是逼那個蝦頭的那個給。向起。韓國兩頭菜哦，就做按到海陸全餐呢。對啊。滿滿的愛耶，包山包海的愛。你除了你真係當澎湃耶。我到了下，蠻可能已經粉絲落去呢。沒，我等它也流下來，用去滾一下，撈起來，粉絲才放下去煮。哎，那這個粉絲會幫你按讚嗎？會啊，會啊。等一下放到嘴巴就讚了。哎，讚！我是真經動讚到哎，厲害哦！你看人家蝦講吼，對啊，那個肉吼都係 QQ 的。對啊，送一村買個避風塘，它趕緊那有是買個避風塘。炒蝦只有含水渣，只有家裡是我們的避風港而已，兩個就是避風港啊。哎，我傾幾耐哦？我幫佢起啲下。俾滾鮮一下，哦，先那個下工嘅那流下來，啊冬粉就不用去燜啦，去炒去煮一下。哦，啊蝦講等一下怎麼搞個先流起來？要燙熟啦。哦，你怕變得像剛剛這樣小哈？那這個不會。你真係都冇簡單，因為一般不卡做鹹菜，較多係種皮好食的菜。唔過你看不卡黏黏的，哎呀，佢做鹹菜係比較鮮豔的，最好食的菜。你頭前應該係模範母親吧？沒有啦。好，等下就差唔多好食，你先過嚟哈。大家來看，啊，你要做翡翠哈，本大家哈，當然就有錢人，啊，養人。你翡翠加下就係打過之後倒落去，就變做咁樣哦。嘿，然後加軟哈，一啲啲就加落去煮。希望睇到實體之後，就啲聰明白菜，咪做啲凍酒貼。啊，等下吼凍到嘅食材吼，係我先拿嚟炒係冇，還是加落去煮湯煲湯。係，等下水熟咧，水滾咧就配料全部落去就做得。因為我看機就滾了。滾咧哈，好，嚟豆腐。哦，豆腐先落去哦。你嘅干貝料冇先落去哈。哦，越珍貴的食材哦，越慢放啦。跟有一些當做羹湯嗎？對。我先通過係冇，我先十個，我先10個。我10萬嘅。10兩個長菜光，係，所以用嘅
常年菜，不过根本日吼，我就用那个强光拍。为什么这不能直接放下去，拿来煮啊？冰镇一下，它就会翠绿。先不你准备一下吼，先过去看风吹。好，快看，哇，是很大哇！我想做你的粉丝，我想要做你嘅孙子。哦，你可以做得出太菜耶，要真人做咸菜耶。真人做。也种嘅粉丝煮唔会烂啦。看奶煮，看奶煮，奶种嘅冻粉丝哦，一下子落落。高高哎。那紧煮还有紧 Q 哦。不算用做得嘞啊。这样子就可以哈。给它收的吗？也煮安尼略略的烫又烫煮好，不要太干。所以按用差不多的啊。安尼就做得嘞。刚才你就来倒数喽。好，现场马上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啊！最杯米罐哪部卡嘅作咸菜较沾到咧？今日呢，你当幸福哦，做对创嘅行到配年不卡，是行不卡做咸菜用用。现在吃看，你还你纯头鸡不卡做咸菜，你对家新年嘅爱吼。按台这个虾讲，还有冻铁皮嘅粉丝。你做行哦。按用嘅粉丝吼，佢真係將嚟看到嘅。这粉丝真係重點呢，鹹白哦，跟野กุ้ง松鼠兩頭菜哦，咪做對換做兩種嘅粉絲來做，它的味道哦，全部就吸上去。真嘅，即係有個係好真嘅，當初去做嘅純頭雞嘅生意嚟嘅。生意就好食呀啦，真好食呀，佢做好食下工嘅呀。哦，食不卡當好，生意長不高級。每個心球當買做，佢高級煮好，我哋又做又好食。啊，所以當幸福，很幸福哦。不是啊，春頭雞它就幸福就好誒，輕快樂。不是今次料理呢，唔單止好食，最主要係叫愛嘅味道都要喺度啦。等下問一下哈，咱們個阿姐，你覺得他們做的這個做得怎麼辦？當一味當好食，也可以看成是海陸大餐，因為有雞肉在底部。韓國嘅粉絲哦，沒凍鐵皮的哈。唔愛加食到嘅清白面，愛有食到嘅香菜嘅味道，畫龍點睛嘅效果，一個口味吼提升到一隻。你一次會記到嘅一家自主啊，煮出記到屋卡係梅氏嘅做鹹菜啊，凍厲害。我哋下玩說一下，本大家聰明白菜哦，下酒千嘅幸福蒼蒼叫叫。哦，你一次係川湯菜嘛？真營養誒，有一些比較清淡的，唔過內地都唔單止有嘅蛋白質，大家有強菜嘅養分，都會做嘅翡翠嗬，有祝福嘅意思都喺度。嗰啲袂多哦，嘅翡翠啊、撈豆腐啊，將係軟入口即化嘅部分哦。咁我見還要加一隻蛇力骨，增加嘅口感。讓它的口感係要千絲嘅，全啲冇容易哦。很香啦，都香啊！哦，要加干貝呢？要做傳統，像傳統嘅菜。好起來，好呀，因為有幾點嘅個老人家，你煮嚟是當好啦。哦，錯嘅。個人是比較喜歡不要太鹹啦，太加強啊，食得好，個足當好當道菜，湯肉啊、鳳肉啊，哈，要當鹹。個當鹹要當叉飯，所以我煮呢個木條鹹。好，太加煮嚟做同食啊樣嘢。係啊，因為食盤嘅時節咯，當道菜，但是食到湯鹹嘅時節，想要喝湯的時候，它想要它淡掉嘅。對，這樣可以綜合一下。哦，本次家崇尚鼓勵。謝謝，真悶。等下馬上來評分嘍。緊張嘅時節，請我哋阿斌師傅搶本分數。來日本轉來咧，大家來看一下阿朱師傅搶本分數。搶本真係是好水咧哦！壓倒性，阿斌師傅搶公平。那邊做咧油淋鮮蝦吃飽啊，團結神木又鮮撈嘅蝦公鮮見過，所以咧含那個油淋嘅油凍醬。還有咧蝦公嘅咧蝦殼素嘅神木，真的，還有香味、青絲啊、春凍豆順序好掌握春凍哦，最主要咪係配落咧凍粉，凍粉咪凍厲害，佢係用咧冇用落咧種好似韓國式嘅咧凍粉，電落去咧 QQ 啊，見會着上，還有條啊沒有講到
画龙点睛的，也系梅头又盖，再向出来又下去，哦，层次非常多样嘅啦。阿G师傅嘅想法係乜嘅？好，用片做嘅菜呢就當好，親像嘅傳統式嘅好式嘅美食啊！啊，我本鳳腿兩片呢，是就是到嘅下工嘅香味，還有嘅酸條嘅香氣。那最背面呢，就像我哋嘅盧師傅講嘅啊，就嘅香脆做嘅提味，使到呢整道料理係非常嘅完整。啊，南腿兩片呢，嘅青江菜是就較太累咧啦，使到就較強、較澀嘅口感咁樣，做得本佢切到碎碎啦，安尼切絲，啊做到當好食咁樣。不過無論係樣板嘅結果啦，我知道大家親自食到吼，國家吼對無論係生啊，無論係到農業嘅祝福都好。冇唔錯，做鹹菜呢，除咗釀布卡，最主要嘅要代表釀布卡情感了故事呀，出料理哦。釀布卡係乜嘅呢？必須都要到畢業，馬上出來頒獎咯！耶！今日比賽成績已經出來，兩組都係大頭名，先來恭喜馮翠得到1000元嘅假菜機！恭喜恭喜！恭喜！嗱，嗰度看一下冷水今本日未做得得到2500條嘅假菜機！恭喜！陳頭記，你剛剛嘅出釀布卡做鹹菜，全部人都做你釀布卡示範的啦。好，冇問題啦。今日比賽站到有乜心得咯？睇下講一下。真見當我也當歡喜啦，廚師大家感謝啊，什麼。恭喜！太客氣了，而且吼，佢就叫上要排泄過一錢就帶去了，同大家不會得嘅，冇老人講嘅面帶去了耶。小曼子，禮拜參加心得咯，睇下講一下。其實哦，第一擺參加呢個節目，但是呢，我哋主廚哦，當辛苦哦，佢當緊張，也係真主我14擺咧嚇。好暗號哦，你真勁當你。真勁當優秀啦吼，大家全家全部都該參與。好。哦，實在當好。下一擺我記得哦，你我節目我記得請我哋度咧，我哋個好事嘅。哦，恭喜！兩擺啊吼，唔帶人嘅心球啊，每日來嘅全部搶下來比賽，本哥冇搶出來，感謝人家就這麼投入，安子生，謝謝。大家咧訪問一下我做阿姐哦，今本日來到我哋個節目，對家印象動情刻咯。今天的感想，聽眾們就動到，就得到大家分享一下嘛。新聞大家，新聞製作單位本來就有機會，大家來了會學習，見識除咗見上到頭擺阿妹採嘢時節，冇認真學。冇啦，都好學咧。今本去比賽啊，佢專門單場比係梅時，還有個背後個意涵啊。請日阿姐，今日當小公都會呢？我想需要幾分鐘自己說。我是當的時候，當歡喜今日參加也節目，也當歡喜認識到今日也到台廚師學習到動到，希望大家。羨慕。你一團杯吼係基本嘅，你一些節目佢仲講到最衝嘅熱氣杯咧，恭喜哦！唔過咧，今日比賽哦，咩本來要無強嘅感動，就像啱啱呢小曼子講到，因為阿記啊，就來比賽，貴婦看人總動員，搶下來上嚟嘅菜色，搶下來準備，硬上呢素養都唔係問題，最主要係對我當中哦，聯絡婦看人嘅情感，安子生你啊就來什麼哦？另外，非常感謝第14號帶來吼，記得婦卡自家嘅做心菜，帶來自家婦卡嘅美食吼，本來咯做得來幸福，所以今天非常歡迎大家強下來報名參加，強下來分享一自家婦卡嘅好美食哦。冇唔錯，一家之主就到呀，等等你來呀，特別分享釀婦卡愛嘅料理，下禮拜再見嘍，拜拜。